真欢喜有这个机会，会使转来咱淡水教会做伙来分享上帝的话语。我永远记得，伫我爸爸的房间有一个相片，迄个相片就是1985年伊来到淡水教会就任牧师的时阵，迄个时我才一岁外，坐伫我爸爸的脚头正前。迄一张相开始我伫淡水甲淡水教会的生活，透过上帝的恩典，嘛上帝的带领。因带即摆已经伫天顶的大英基长老，透过伊的分享，透过伊一世人帮助我看到信仰的帮助，互我接受上帝的呼召，成做一个牧者。伫上帝的恩典内底，感谢淡水教会的接纳，互我会使倒转来到淡水教会做伙来甲大家来分享。伫讲道开始的进前，请咱三甲按头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。阮自己伫主你的圣殿，做伙来敬拜，做伙来学乐，做伙来荣光主你的圣名。愿主你的圣神甲阮同在，开阮的心，互阮伫上帝话语的中间，因为主你的话语开拓，帮助阮的灵命得到更新，得到养赐，得到帮助。献上阮的感谢，祈祷靠主的名，阿免。伫讲道一开始，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：若是互恁来想，上帝荣光得到显明，恁会想到啥物？啥物款的状况，恁会想到是上帝荣光得到显明？若是咱来看旧约的时代，当摩西领受上帝10条诫，为西奈山落来的时阵，上帝荣光照着摩西的面，所以摩西面得发光，互整个以色列人看到摩西的时阵，就知影。上帝荣光显明伫伊的身上，也是进入新约的时代，当耶稣基督上山，带伊的学生上山，改变形象的时阵，圣经安尼来描写，耶稣的面亲像太阳在发光，或者学生无法度想象，原来因的老师确实上帝的囝，因的上帝。所以，当咱想象一件代志，就是啥物叫做上帝荣耀得到显明的时阵，咱拢会真紧的想，就是上帝的同在、上帝的带领、上帝的帮助，是一个真正面、真好，带互来勇气甲信心来完成上帝的旨意。所以，摩西领受上帝的帮助，引带以色列人出埃及。耶稣嘛，因为改变形象，领受上帝的帮助，为遐开始就一路行往耶路撒冷。要来领受十字架的道路，这是咱对圣经内底的体会。但是第二个牧师忙咧，问大家第二个问题，就是若是讲到上帝荣光显明伫教会的时阵，安尼恁会想象一看，就是到底这款的教会会形做什么款的教会？什么款的教会，咱会想这是上帝荣光显明伫教会内底。当然，毋是教会的发光，毋是教会的发光亲像太阳。但是咱搁一摆来思考，就是啥物叫做上帝荣光伫教会内底得到显明？是因为这间教会聚会人数愈来愈多吗？还是这间教会的奉献愈来愈多，事工、同工愈来愈多，互人看到讲这间教会有真好的发展，所以上帝荣光得到显明？也是讲较范围搁较细一个，就是啥物款的人会使讲起是上帝荣光伫伊的性命得到显明？是这个人有真幸福的家庭吗？还是这个人有真好的见证吗？还是伊的学业，还是工作有真好的发展，互人看到讲这个人确实上帝祝福伊。还是讲到一个人照时来聚会，照时11奉献，照时参与教会的服侍，所以这个人显明上帝荣耀。伫圣经的记载，也是咱实际上的生活、教会的生活，也是。咱家己的生活内底，恁会安怎来想？啥物叫做上帝荣光显明？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保罗讲一件代志，就是我断断毋夸口别项，只有夸口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尔。伫即句话中间，那牧师继续问大家：若是今仔日有一个机会，就是你会使来介绍使徒保罗，恁会安怎来介绍？有哪有这个机会，互恁来介绍使徒保罗是啥物款的使徒，啥物款的宣教师，恁会安怎来介绍伊？因为论起保罗，咱拢知影，
伊会使夸口的代志太多哦。但是你伫伊的学问的中间，对信仰的热情的过程中间，也是伊遵守信仰的诫命内底，咱拢知影伫保罗信主以前，伊所有的学问、信仰的热情，伊的信仰的坚持，最后真做是伊撇开教会的上大的武器。但是后来伊信主了后，真做基督徒，这一切拢总变真做伊传福音的溃烂，真做一个伟大的宣教师，建立几若间的教会，帮赞真多的教会，甚至伫教会有问题的时阵，佫写批互因，帮赞因。所以保罗家己嘛想象袂到，等于写批帮赞教会，才会批成有一天会真做咱即马所读的新约圣经，真做咱入捌上帝。超出上帝旨意上大的帮赞，但是这是咱所熟悉的保罗，伊会使夸口什么？但是你来介绍保罗，你会安怎来甲伊介绍？论到咱的教会，论到咱的性命，保罗讲：我只有夸口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那是论到咱的，论到咱的性命，论到咱的教会，咱会使讲什么？但是保罗只有讲一句话：我只有夸口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伊无夸口伊建立偌侪间的教会，伊无夸口伊帮助偌侪间的教会，伊无夸口讲伊宣扬福音有偌侪人来信主。伊讲只有夸口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现在咱也是来看十字架，已经真做是咱基督教上有代表性的一个记号。所以真侪教会挂十字架。我相信咱大家拢真爱十字架吧，所以咱有真侪人的攀链拢有十字架，对无？真侪人的衫会印十字架，真侪人的册嘛会印十字架，为着是咧帮助家己看到十字架，就想到这是耶稣基督甲伊的救赎。因为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，钉死伫十字架顶，3天了后，佫完成上帝拯救人类的计划。互一切要互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得到拯救，这就是救恩。但是这就是即摆基督徒的身份内底，看到十字架，真紧就会使想象，也真紧就会使来了解，这就是咱的信仰。身为一个基督徒嘛，感觉讲体会安尼伫十字架对咱的信仰，安尼是非常正常，嘛真简单会使来想象。但是，佫一摆，牧师嘛，佫带大家来思考的就是十字架本身要做啥物的？当时十字架设计出来是要做啥物的？十字架当然就是要来处死这个罪犯的一个器具，并且佫是上残忍、上痛苦的一种的方式。伫罗马帝国的时代，人看到十字架是会惊的。若有一个人，互宣判讲，这个人爱钉死伫十字架顶，对一个人来讲，毋但只有肉体的甘苦，包括心灵嘛破坏去，迄是一个非常甘苦、残忍的过程。所以我想，大家应该拢有看过迄出电影，叫做《受难记》吧，《受难记》。大概看迄出电影的过程中间，看到耶稣基督在受苦的时阵，阮的心中永远是甘苦。所以伫圣经的时代的人，绝对无法度想象2000年后的教会，既然会将十字架看作是信仰的记号，嘛无可能想象就是有教会会用十字架诚做记号，咱的衫会印十字架，咱有攀链是十字架，咱一切拢以十字架做信仰的代表。伫迄个时代的人绝对想象袂到，因为十字架是人看会惊，看毋敢去想象。的一个场面，嘛无可能想象这诚做咱信仰的记号。所以保罗无夸口伊手所做什么款的工，保罗嘛无夸口伊建立偌侪间的教会，保罗嘛无夸口伊传福音偌侪人信主。当然，这一切在伫人来看，拢真好吧。有一间教会，若是引带真侪人来信主；有一间教会，若是有真好的信仰的教导；若是讲，也是讲有一个人会使分享伊的信仰，帮助教会，帮助人，在咱来看，这拢是真好的见证，敢毋是？但是保罗讲，我无夸口遮个，遮个在伫人看起来是真好的，有见证的，会使讲起是上帝因光显明的。保罗完全无讲。
翻倒转伊夸口就是大家听了会惊的物件，代表处世者的罪犯上残忍的一个器具，听起来真奇怪吧？在迄个时代的人听起来真奇怪，是安怎是夸口一个残忍的器具？但是保罗强调，这就是咱的信仰。十字架代表的恐怖，其实讲起来代表是咱的心，咱心中的罪，咱心中的软弱，在咱每一样的性命，因为咱徛起伫上帝的面前，就亲像十字架共款，是罪恶的，是恐怖的，是败坏的，是死亡的。所以耶稣捌讲过一句话，就是恁敢无了解，所有对喙入去，拢是入去腹内，后来放落伫便所，对喙出来的是对心出，才会互人无清气。因为对心出来的有歹念头、有凶杀、有私通、有奸淫、有偷窃、有伪证、有诽谤。所以无论人手所做的是啥物，倒转来到人的心的时阵，人的心永远有罪。亲像今仔日咱所读的启应文同款，我对出世就是罪人。人的心有罪，若是上帝也法上帝来看，人看的是外表，也法上帝看的是内心。所以咱整个来看圣经，咱的信仰的体会过程中间，咱拢会知影，所有圣经的人物，若是有真详细的记载，除了耶稣基督以外，每一个人拢有软弱甲犯罪。所以咱看摩西嘛是，亚伯拉罕嘛是，大必王嘛是，进入到新约，彼得也是，耶稣的使徒，也是讲保罗，因拢有因的软弱甲无够额，甚至是犯罪的时阵。若是这样安尼来看圣经，搁倒转来看咱的教会甲人的时阵，共款嘛有即个问题。即个问题就是，无论教会大经小经，论到牧师、长职，也是平信徒，咱永远拢有软弱甲犯罪时刻的时阵，安尼咱要安怎来讲起，人会使显明上帝的荣耀，也是讲到教会。所以咱每一摆来看每一个人，也是每一间教会的过程的中间，咱拢会知影。当咱学了一间教会，讲这个教会有真好的发展，这个教会有真好的见证的时阵，永远拢有另外一种的声音讲：牧师啊，其实你唔知，这间教会嘛有偌侪个问题，伊的长职的安怎，伊的信徒安怎，伊的牧师安怎。也是讲到一个人嘛是嘛，讲到一个人嘛是讲起讲，这个人真有见证，这个人真听主。这个人伫教会内底真正服侍，嘛永远拢有另外一种的声音是牧师啊，你唔知，伊伫厝内的时阵安怎对待伊的父母，伊对伊的朋友过程的中间是安怎？一个咱来看教会也是人，永远拢有两个声音。因为咱永远拢会使看到讲一个人真好的一面，嘛永远嘛有看到人甲教会软弱的一面。若是安尼，过倒转来到一开始的问题，什么款的人？什么款的教会会使显明上帝的荣耀？在人来看，上帝是完全的、公义的，人是软弱的，教会嘛是同款的时阵，咱要安怎来讲起？什么款的人，还是什么款的教会会使显明上帝的荣耀、显明上帝的荣光？这个问题永远拢会伫咱每一个人心中来思考。所以，过倒转来，圣经甲咱讲，保罗安怎来讲起这件代志，就是保罗所夸口的，只有咱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重点毋是十字架，重点是主耶稣基督的，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这才是重点。因为十字架会使对一个恐怖的器具，诚做因讲上帝的记号，是因为这个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的。是主耶稣基督的流血惨死伫十字架顶面，透过伊的牺牲，代替人类面对罪恶所带来的死亡。3天了后，耶稣基督国活，赢过死亡的权势，要互一切相信的人得到救赎。所以主耶稣基督透过十字架救赎，互咱人甲教会诚做是主耶稣基督的。所以咱会使称作是上帝的囝儿。上帝教会，所以对保罗来讲，人做啥物毋是重点。所以保罗强调，有受割礼，无受割礼，拢毋是重点。重点是
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帮助，互咱成做新创造的人，互新创造的人三角组织成做是上帝的教会。这个身份是上帝互咱的，毋是咱家己本身会使来显明。因为信成做义，这就是加拉太书甲罗马人书分享的重点。因为人是有罪有软弱，无可能成做义，所以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，毋是因信诚义，这无共款。人无可能成做义，是上帝称好咱称做义。有真侪时阵，咱对因信称义这件代志真歹想象，中文要安怎翻译啊？今仔日有一个题目互大家，就是因信称义，请做名词解释，恁会安怎来解说？圣经有真侪无共款的版本在翻译的过程中间，我有一个机会了解讲吼，无共款的国家虽然伊有无共款的语言，因翻译的圣经嘛无共款，当然都是做伙来体会上帝的话语。咱敢知影有一个国家叫做巴布亚纽几内亚？敢知伫倒位？毋是咧非洲哦，对，印尼的边仔啦。巴布亚纽几内亚基本上伊是使用英文，但是因在圣经的翻译的过程中间，为着要帮助人搁较入捌上帝的话，伊伫翻译的过程中间就用较简单的话来翻译。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要安怎来翻译？因翻译的真简单，一句话就是上帝讲你无代志啊，这就是因信称义。上帝讲你无代志啊，毋是在伫人做啥物，毋是在伫人有啥物款的背景，有啥物款的才能，有啥物款的伫教会内底的体会，拢毋是，就是咱就伫上帝审判台面前，上帝只有宣告一件代志：你无代志啊！入来我的国吧。啥物上帝讲你无代志啊？就是因为咱相信耶稣基督。真做信仰伫生命内底上大的体会，因为耶稣基督伫咱的生命内底真做救主，所以上帝讲你无代志啊，你没事了，这就是因信称义。所以毋知伫人做啥物，毋知伫咱要表现啥物互上帝看，只有在伫咱的生命，敢有确实因为耶稣基督真做新创造的人？啥物叫做新创造的人？在伫咱的信仰的体会过程中间，保罗讲一句话，就是在伫即个世界，也是在伫我已经互相定死伫十字架顶面。啥物叫做定死？就是咱徛起伫即个世间，已经无将即个世间的价值观，无将即个世间的体会，成做咱生命甲信仰的体会。所以伫咱的信仰的过程的中间，咱不断地教会内底、信仰体会内底，拢讲啥物啊？用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啦，用耶稣基督的教导来面对这个世界，用耶稣基督的生命活伫这个世界。讲起来真简单，但是爱有这款的体会，只有一件一定爱行的路，就是定死伫十字架顶面，放下这个世间咱所有的体会甲想象。虽然基督徒面对咱家己的罪，也是面对这个世间，互咱的试探也好，是一个真困难的功课。但是，当咱愿意放下这一切，将家己的生命定死伫十字架顶面，来体会，才有法度来体会什么叫做国外新创造的生命。当咱决心要行这条道路的时阵，保罗祝福大家。圣经安尼讲，那照这个准则生活的人，就是上帝的以色列子民，愿平安甲灵敏甲伊伫地，愿平安甲灵敏甲伊伫地。上帝的恩典已经准备好啊，为着是要互每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跟在伊的脚步，互咱的生命、咱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，毋是咱的教会。因为太侪时阵，咱会将教会看作是一间公司。啥物叫做公司？啥物款的公司叫做真好的公司？当然是伊有真好的业绩，当然是伊有真趁钱，当然是伊有愈来愈侪的员工，伊会使研发愈来愈侪的产品来互众人来使用。但倒转来看，教会毋是公司，教会所看的毋是数字，教会所看的只有一项。就是咱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接受洗礼的时阵宣告，就是我相信我是罪人，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帮助我真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
所以咱所讲的，毋才是咱手所做的一切，咱讲的是到底耶稣伫我的性命做啥物款的工改变我的性命，将这改变性命的过程当作是见证，分享给大家。教会嘛是共款，今日咱三个组织的教会内底要讲啥物？就是讲耶稣基督伫即间教会要来做啥物？所以几若当进前，教会真流行挂一个手环，顶悬有4个英文 WWJD， 大家敢毋知敢有印象无 ？WWJD 叫做 What Will Jesus Do？ 耶稣基督要做啥物？伫咱的教会，伫咱的生命。所以，什么款叫做上帝因光得到显明？就无搁看人做啥物，是看到底耶稣伫咱的生命要来做啥物。然后，咱三个组织讨论分享的是，耶稣基督要伫咱的教会做啥物。虽然每一个人的体会无同，咱每一个人的信仰的经验拢无同，但是咱只有相信一项，透过信心的带领，帮助阮有同一个意向，同一个方向，做伙来行一条。什么是耶稣基督爱阮做的事工？所以咱无搁看到底什么是好，什么是歹。伫即个世间，什么叫做好，什么叫做歹，什么叫做丰富，什么叫做善谢，什么叫做富裕，什么叫做颂扬。咱只有看一项，伫咱的生命，甲咱的教会，敢有互人体会到，即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，耶稣基督所拯救的人，组织伫即个所在。所以最后，我用一个简单的信仰的见证，来大家来分享，就是差不多这20几天进前，伫台南市林森路一段149号，有起一个迄个时阵上悬的社区的大楼。迄个社区的大楼拢总有22层，会使住276号，276号的人。但是这个社区有一个所在是所有住伫迄个人的，住伫迄个社区的人，拢毋敢活去的一个所在，就是迄个社区的地下室。因为建商为着家己的利益，家己偷偷变更的设计图，伫迄个时阵，连法规还未真交做、真完整的时阵，将本来要诚做社区停车场的即个场地，家己挂一个差不多350平的空间，要来诚做一个营业的场地。结果，即个空间无诚做卖场，无诚做什么补习班，即个空间后来变做是8大行业进入的一个空间，诚做一个酒店 KTV。所以，逐天到暗时的时阵，遮个住户就无法度嘛，毋敢经过即个地下室独立的出入口，因为伫遮出入的人非常的复杂。但是，伫18天进前，上帝引带真趣味，就是遮诚做是酒店也好，酒店遮 KTV 也好，因一直无法度有真好的经营。最后，即个350平的空间，互银行来拍卖。就伫迄个时阵，透过上帝引带，伫台南加利利宣教中心的陈坤信牧师，就买即个所在，要做啥物？做教会。所以，即个伫社区的人看做是非常恐怖，无法度进入的一个空间，忽然间就变做是上帝的空间。诚做迄个是叫做加利利林森路教会。后来加利利林森路教会正式加入伫长老教会的体制，就变做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林森路教会。我伫迄个所在，诚做第3任的牧师。所以酒店变做教会，是阮的见证。我嘛相信这是上帝的心意。所以林森路教会伫这个所在有18天的过程中间，将一个信仰看起来上黑暗的角落，诚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。或者人无法度嘛，无想要无想要进入一个空间，变做是敬拜上帝的教会。但是阮即嘛18天的过程的中间，阮所使用即个场地是继承进前酒店装潢的装潢，所以大家若是看阮所备办的即个资料，咱就会使知影，就是即马阮做礼拜的所在吼，就是以前跳舞的舞池啊。顶悬佫挂一个彩球，佫一个灯光吼，就真热烈啦。但是当然，咱敬拜上帝袂安尼来处理。第二就是，阮是继承进前
遮个酒店的装潢，所以咱来看即张相片，就是牧师的办公室。牧师的办公室叫做113包厢。所以你若是来林信徒教会，请来113包厢来找我会真用心甲恁服务。哦，也因为遮个过去酒店的遮个装潢，换过几人的厝头家了后，换过几人的头家了后，因重新配线的时阵非常的混乱，搁则是阮的天棚是用柴棒钉死的。所以，阮无法度想象内底的电线是过啥物款，过来搁有鸟鼠仔伫顶悬开 party， 下骹咧敬拜，楼顶嘛咧敬拜，叽吱吱吼，阮无法度想象顶悬的电线是做啥物款，并且因为所有的架景拢是柴棒，伫消防的顶面嘛非常的危险，若是有新的人士来检举，阮就无法度伫迄个所在来聚会。过来就是地下室，咱应该袂使想象地下室敢会漏水。会啊，所以咱咧掠即个掠漏吼，都爱挂开遮个帮，所以咱会使看到阮的天棚永远拢有真侪布顶伫顶悬。但是阮无法度处理，就是但是即时我们永远解决教会问题，只有一条路会使行，所有的遮个状况拢爱拆掉。阮才有法度真正了解讲，即个空间内底，啥物所在有问题，啥物所在需要处理，啥物所在阮需要重新来思考。所以，林信徒教会伫2天正就兴起一个异象，就是阮要亲像当时以色列甲尼希米共款，重新起造上帝的殿。这是阮上大的一个愿望，就是嘛为着要互过去遮酒店的历史，过去遮酒店的遮个连接会使完全挂开，嘛毋茫讲阮所聚会的所在会使成做一个安全的，下伫教会需要的，互人看进入到即个所在，知影讲即个所在是上帝的殿，因讲上帝的所在。所以我就毋茫讲会使重新来思考，阮要重新起造上帝的殿。但是真正是无法度处理，就是阮的教会伫地下室，所以阮无可能拆掉电器，阮顶悬靠22层楼，无可能拆掉电器，所以阮只有一条路会使行，就是所有的装潢卡掉，重新卡掉，重新装潢，重新配线，重新处理消防的问题，整个加起来，阮需要1250万的经费。这对阮是一个7、8层的教会来讲，阮相信一项上帝稳定教业。上帝稳定教业，除了本会的会友来奉献，我嘛需要教会的集体，就是大家的帮赞。阮毋茫会使透过大家的代祷甲扶持，3天，我用3天的时间要来努力拍拼，来完成这个美好的事工。或这个过去看做是属灵上黑暗的地下室，成做耶稣基督的教会，显明上帝的荣光，显明上帝的荣耀。咱每一个人会使做伙为着灵性的教会来代祷甲奉献，有这件美好的事工。会使伫上帝引带内底，咱做伙来见证上帝的圣殿，搁一届荣光，搁再荣光。上帝会帮助咱，嘛，上帝会祝福咱。咱三个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阮是软弱有罪，但是上帝，你赏赐你的独生圣囝来到阮的中间。成做阮的救主，成做阮的帮赞。阮会使成做是上帝的囝儿，上帝的子民。阮所住即个所在叫做上帝教会，因为阮是上帝的，阮所夸口的不再是阮人手所做的一切，阮只有夸口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是主耶稣基督伫阮的心，伫阮的教会所做的工。互阮注目伫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无看家己，也去家己的十字架来跟缀伊，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互阮的身体，互阮的身躯，互阮的教会，成做是荣耀上帝，上帝荣光伫阮的教会，伫阮的性命得到显明。愿上帝帮助阮，嘛愿上帝祝福阮。祈祷靠主的名，阿免。